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月初6，诗篇15篇1节到5节。主啊，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宝边？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无用喙舌中伤人，伊无陷害朋友，无四界造谣诽谤厝边。伊的目睭藐视做歹的人，有搁尊重敬畏上主的人。伊就抓，虽然家己吃亏，嘛无改变。伊钱借人，毋是为着利息。伊无受暴露陷害无辜的人。做这款代志的人，会永远徛在。诗篇的作者伫遮来讲到，什么款的人会通甲主相甲徛起，会通住伫主的宝边，会通踮伫主的圣山。就伫所行顶头是行为正直，最大意志是公义，嘛对心底讲真实，无虚假的人。这款的人，因藐视遐做歹的，不过因伫遮来尊重、尊敬遐敬畏上主的人。伫咱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咱有伫所行顶头是正直，所做代志是公义，也内心是真实也无，叫做帮赞，互咱伫所行所做，拢会通合伫上帝的心意，咱才会通甲主相徛起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